我是阿健妹，我是明芬，大家好。今日呢，我哋兩煞我嚟同大家嚟分享參加高級認證嘅感想。嘿，一下大家係來報名參加我哋嘅高級認證，一開始會先收到兩本書。嘿，大家聽錯一本書㗎，失敗嘅有一些壓力用嚟講呢，我哋一日要規天7家，可能記下頁。花一些時間來讀書哦。嘿，唔單止安尼，我哋做得呢準備一個譜尾來記錄我哋讀書嘅重點。錯。像讀到我這度幾奇怪嘅語詞，幾時有看到嘅啦？也係講個上唱嘅一個音譜，也係講一個意思，分類記錄下來。像一個譜尾啊，有人講，今日做得假熟間嘅先生嘅來看做得冇？其實假騙人嘅來看效果個冇安好，因為每一個人嘅重點冇共樣。嘿，故種我會鼓勵每啥假使唔會參加高級認證，咁我自家來通書做整理哦。嘿，故種老古人就講啊，花係粉，筆係種，我哋用一個方法記錄下我自家嘅重點，安尼印象就會過程。冇錯，唔單止係語詞像我哋啲人書嘅時常做嘅幾多嘅語嘅整理錯嘛。嘿，第二本做得同自家呢準備另外一本一本呢就係記錄我哋嘅客家語。錯，係要做分類哦。分類像要見路嘅，冇看強他人，係對社會有一個尊重嘅內容。做事情要乜嘅技巧啊，像一道其實我哋客家人就幾多嘅語。因為我高級認證裏邊有寫作嘅部分，後來面多嘅時間就做用入去，安尼嘅分數就做增加幾多哦。明分唔單止寫作用得到我哋嘅語呢，還用我哋口說。錯，咩想到？因為我口說嘛，後來我講出來，講冇同大家他人講冇共用，我嘅平時先生影響過長嘅時間，就做得同整理嗰個語加入去，個分數就會提高幾多哦。錯，嘿。除了一個後呢，我同大家分享像我哋平常時咩看幾多小說啦，報紙咩做得新聞，後擺看到文章裡邊寫到幾好嘅方言啊，我就會記下來，然後再同自家講想辦法去轉做行業。錯，嘅時間相同啊，唔會口述嘅時間，係啊，我寫作嘅時間，全部都用得到喎。